继续关心丁赞公司苏丹红事件设立的负责人，伫交保了后是传出一失联。高雄检方伫昨下晡将伊具体到告案。高雄地方法院昨暗有开庭，也毋过是认定讲警方伫具体掠人的过程程序有违法，所以是裁定当庭放人。 看到最暗的姓李的大伤，对高雄地方法院内面行出来，面对媒体可能伊弃步逃走。有关机过吗？没有，可以看通联记录。9点26我没有接到他，9点26有一通电话我没有接到，然后再来的部分就没有接到卫生局的电话。姓李的大伤情报的大姐姓吴的女子，抑个会计姓谢的女子，最到伫咧进行了分别交保，也过12早起煞传出失联。 实际来到姓李大伤的户籍地址，出来人也毋知伊去倒。尾仔伫12中昼，警方伫咧姓李大伤伊情报的隧楼骹，看到这个姓李的大伤正要离开，是通报调查局甲伊具体告案。不过姓李的大伤伊的律师主张，警方的具体程序无合法。这样是不符合我们的刑诉79条规定。79条规定，具体人犯或被告的话，要有拘票的正本。 高雄地院伫12暗开庭认定，具体过程警方无出示股票有问题，裁定当庭释放。3民2分局留置李姓负责人的时候，并没有出示拘票，且执行机关提出的高雄市卫生局公务电话记录，也没有看到李姓负责人有拒接电话的情形，故认为本件拘捕程序不合法，所以 依法释放李姓负责人。因来也捌传出失联的姓吴的女子，昨暗也出面，因为伊身体无爽快，按算伫今仔日进行报道问讯。因为检方控告成功，高雄地院将会伫今仔早起10点开二次审案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